Oh yo，never give up yo。我叫 B Boy Four Eyes 係啦，咁我跳咗今年第20年啦，應該係啦。呢個比賽咧就叫地核節拍嘅 2 on 2 B Boy Battle 嚟嘅。我朋友搞嘅，我朋友叫阿棒係啦。咁就係呢個場都係第一次搞比賽嘅，咁就係其實香港大概每個月都會有1-2個比賽嘅。咁有啲係比較underground啲嘅，自己揾個地方咁啊去搞個比賽，有 DJ 有 MC 有比較輕鬆啲，開心啲，大家嚟玩嘅交流嘅。嚟緊6月28號啦，就會有香港代表隊嘅選拔賽啦。咁嗰啲就比較大規模少少，就係喺商場裏邊搞嘅。可能 underground 就冇咁多束約啊，唔使諗咁多排名啊乜嘢啊，大家開心嚟飲酒。超開心跳舞，咁但係嗰啲就可能會比較喺個着重喺個比賽上面個技巧上面，大家要贏，好想攞冠軍代表香港，係啦，咁佢兩樣嘢唔同嘅。咁我會中意 underground 嘅比賽多啲，即係因為本身我哋個文化都係由 underground 開始嘅，係啦。近乎全職嘅教練啦，咁我就跟學體會同埋即係我哋霹靂舞總會嗰邊就會教好多中小學，就會開咗一班佢哋嘅霹靂舞興趣班，10堂8堂咁樣啦，就會幫我哋排隻舞，會喺我哋嘅選拔賽其中一日學體會評核表演嚟嘅，就排舞比賽嚟嘅，可以好推動到而家啲學生去接觸 breaking 啦。好早嚟到啊，跟住點幾鐘到咗，咁啊等咗好耐，啱啱終於跳完第一場啦，有少少攰嘅，因為等得太耐。但係 so far OK 嘅，因為個 fight 今日都幾好，幾開心，見到好多朋友，係啦，冇問題 ，yeah peace。